今日好開心睇101嘅新盤，開咗一個新嘅樣板房，位於28樓 A 室，售面積呢係838尺，咁係3房1套加工人套房嘅設計。物業位於高層啦，所以景觀非常開揚，光線十分充足。佢最大賣點就係一個56尺嘅大露台。另外就有個大廚房啦，比一般大，所以呢就中意煮嘢食嘅就非常開心啦。咁佢兩邊房嘅設計啦，咁令到慳咗位呢，就唔需要嘥咗啲走廊位。主人房就係廳嘅左手邊，咁次臥呢就會喺廳嘅右手邊，互不打擾。好啦，而家同大家一齊參觀呢個示範單位先啦。